传道书第5章，毋通随便下愿。你若去上帝的殿，脚步着谨慎，进前来听比戆人献祭较好，因为因简单袂晓做歹。伫上帝面前，你毋通随便讲话，嘛毋通急要讲，因为上帝伫天，你伫地，所以你的话得少。代志多到面梦，到话会显出愚妄。你对上帝下愿，着紧下愿，因为伊无爱愚妄的人。你下愿着写，下愿无写，宁可无下。毋通因为你的话抵到家己犯罪，嘛毋通伫上帝的使者面前讲所下的愿毋对。是安怎要互上帝因为你的话受气，破坏你的所做？面梦做，话就做，无意义的事嘛做，只有着敬畏上帝。人生的功夫，你若看到善车人受官员压迫，也是正直公义受剥夺，毋免因为安尼感觉奇怪，因为官员拢有较悬的官得甲因保护。土地有好的收成，百姓才好过日。总是得到上大利益的是君王。爱钱的袂因为钱知足，爱好价的袂因为所趁的知足，这嘛是功夫。财富加天，靠伊食的人嘛加天。安尼伊有得到什么利益？不过是看袂到那定。落工无论食多食少拢好困，好价人食到饱饱嘛困袂去。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有一项大不幸，就是财主钱手条条所害的家己。伊因为事业无顺，钱财无去，有囝嘛无什么通留互伊。伊褪摕出舞台，嘛会褪摕倒去。伊落落得到的，一项嘛袂当大去。伊来的是安怎，去的时嘛是安尼，这嘛是一项大不幸。伊落落掠风有什么利益？毋那安尼，伊一世人伫黑暗中的生活，有真侪烦恼，嘛有病痛甲受气。照我看，上好的人生就是人伫上帝所赐有限的年日临食，享受日光下面落落所得到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应得的份业。上帝若互人有财富产业，通快乐享受伊落落得到的份业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伊毋免为着一生的年日操烦，因为上帝互伊的心充满欢喜。